者大家平安，平欢喜，今仔日到大家来敬拜上帝。拄则听圣歌队唱即个主题激励有芳如声吼。我第一摆听到即条歌吼，是伫我读神学院的时阵，有日本关西大学的学生去台湾神学院演唱。感觉真好听吼。即马拄则红顶仔有报告吼，咱台湾两个科学家伫纽约，伫即个公司发明一款的药品，会当治疗即个武汉肺炎吼 （coronavirus）。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真阳光的所在吼。有病有即个好的药品会通来治疗，这嘛是上帝的恩典吼。因为咱知影真侪宣教士，尤其台湾吼马偕病院吼真出名。这就是马偕博士，伊去台湾医疗团队吼，伊毋若医疗团队，伊也设教会培养传教者吼，才有即个台湾神学院吼，设教会所以有病痛，上帝互人智慧来研究即个药品吼，来通治疗的效果，这拢是上帝恩典。一个有信仰的人，伊就毋免惊吓，因为上帝通过真侪方面，互咱得到恩典吼。亲像这讲virus，伫咧激励有乳香，所以即间公司伊拄伊迄公司的名有做即个激励吼，激励吼。所以咱特别为着即个武汉的肺炎吼，即个病毒的疫情来祈祷。我拢会记得迄个数字吼，2月第一个礼拜2月初2，迄个确诊的患者14000几个，死亡的305，菲律宾境外吼，中国以外菲律宾一个306。今仔日我伫要来看讲，今仔日全球已经到伫全球85个国家，确诊的107450几个，死亡的已经3651人。求主保守，或者会受病毒侵害的、病痛的，也是受苦的，也是死亡的，你才会亲友。求主互即个瘟疫紧紧来停止。最近我有甲咱来想即个思想，即个耶稣的譬喻咱有讲过管家的譬喻，不义的管家今仔日来甲咱来想即个葡萄园，恩典的葡萄园咱拄则两天有咱读即个马太20章，为第一节起第一节起耶稣就讲，因为天国亲像家主清早出去请人，迄上大声一句因为。即句因为呢，就是头前有一款代志，然后才讲因为安尼，头前是啥物代志呢？就是伫即个19章2、5节起遐有一个少年的财主，来问耶稣讲，都爱怎样行，才会通得到永活？耶稣甲伊讲，你就爱去变卖你的家产，来真济送向人，搁来缀我。即个少年的财主听一个忧闷，离开耶稣去。
啊，彼得就问耶稣讲：安尼，什么人会得救呢？耶稣就甲彼得讲：来跟缀我，今世要得到百倍，来世要得到永活。啊，最后呢，耶稣讲，总是大生的最最要做落尾，落尾的要做大生。所以这是第19章30节。啊，刷落去呢，耶稣就讲即个譬喻。啊，即个譬喻，耶稣就是讲，天国亲像一个家主，一个园主吼，伊清早就出去请人来葡萄园做工，吼，啊有遮经过，啊然后呢，遮工人中间有人就埋怨讲啊，因安尼无公平，吼，啊所以即个譬喻咧，就是一个天国的譬喻，啊，互咱容易了解。即个主人园主就是上帝，葡萄园就是上帝国，啊，即个工人呢，就是受呼召的人，所以对第1节第1节到第4节，就是咧讲即个天国是亲像一个家主出去请人，啊，甲人讲好介绍，一日一个银，啊，就请伊去葡萄园做工。啊，即个清早，可能是5、6点，啊，就一伙人就来做工，然后9点的时，主人搁去外口，搁叫一寡人来，然后到12点的时，搁叫一寡人入来，因为即个主人看见外面，啊，恁哪会用闲伫遮咧徛，啊，所以搁叫伊入来，有诶3点入来，有诶最后，得要下班啊。得要天要暗嘛，要收工啊。5点的时，才搁叫一寡人入来安尼。所以，圣经并无记载讲，迄葡萄园真欠工啊，啊也无讲到即个主人要聘请遮个工人的条件总是甲因讲约定迄个工资后来虽然无讲偌济，总是主人讲伊会甲因照应该互因的，会互因安尼。所以一日的工作结束了，就主人发工钱为上尾来的开始发，上尾来一个银。后来无论3点、12点、9点，嘛是拢一个银嘛即个上早来，因伫边仔咧看，想讲因遐早来，一定会得到较侪的报酬总是发觉因的是，犹原共款一个银，所以因就心内就会埋怨埋怨讲阮做几日，遮个人才做迄时仔囝，哪会领偌济？阮做遮久，哪会无通领较济？第13节，主人甲伊回答讲：朋友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你敢毋是甲我约一钱银嘛？你摕做你去，我要互即个落尾的甲你平，用我的米，行我所爱，减袂侪哩。是因为我做好，你咧目测。所以园主要互倒一个人偌济，就是偌济这就是讲上帝国内底，上帝要赏赐恩赐互什么人，要赏赐偌济恩典互什么人，即拢在伫上帝咱拢毋免计较，毋免嫉妒，毋免怨叹上帝将恩典赏赐互人，拢是照伊的旨意。遮个工人伊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清早的人透早，会通有人叫要工作，心内是真欢喜的，充满感谢，因为当时嘛无工作的保障，当时要有工作无工作拢毋知啊，所以会当有工作，这就是恩典啊，真幸运会当透早就有工作，安尼今仔日有收入，总是你若看着讲，别人领比咱较济，安尼就有比较。是别人领的，哪会和咱共款？我做遮尔久，伊都无做遐久，安尼迄感谢的心煞变做怨叹变做埋怨，变做埋怨。所以人若有比较心内就无公平的感觉，人拢真爱比较学历啦、家庭啦、外表啦、经济啦、成就啦，种种。种种，安尼呢，就失去感恩，失去喜乐的心。当然，人是因为爱求搁较完全，爱搁较好，安尼来努力，安尼才会进步。总是伫咱待人处事，咱人生的即个目标，都爱了解所以，若是比较，你就感觉无公平，你就会失去喜乐。所以，阮的即项，咱来想讲，咱做一个基督徒，嘛是亲像安尼。咱做一个基督徒，毋好想讲，我真热心咧敬拜上帝，咧服侍、奉献、传福音热心，安尼上帝就会祝福我。搁较侪，莫安尼想，尤其想讲这祝福，就是亲像一般，咱逐个人所咧想遮个俗世物质上的祝福，会真好生活，会大趁钱，会子孙兴旺，成就安尼，若是安尼是，咱的信仰就爱搁提升。所以基督徒，嘛毋通想讲，我服侍真济，我遮热心，上帝就恩典搁较侪互我。安尼，这就是一种叫做用行好，积好德，要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恩典毋是通过安尼享受互咱，上帝是通过咱有信心，咱我靠上帝，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当然疼咱疼你，是用安尼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安尼上帝看咱做好，看咱做宝贵，享受恩典的安尼。咱是上帝的囝儿，爱侍奉上帝，爱见证来传福音。做好的见证，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予你偌济恩赐，你就做偌济；上帝予你恩赐，在这方面呢，是较少，你就有咱像咱安尼做就好无论你所领受的是5000、2000、1000，有真力做，拢是上帝好好尽忠的劳苦甲努力。上帝无要求咱每一个人拢100分，拢90分、80分。上帝照你的恩赐，予你偌济恩赐，你着好好去这就是管理恩赐咱是上帝的好管家，所以咱做上帝的囝儿，来侍奉，来好的见证，这拢是真本分，是理所当然。亲像保罗伫罗马12章讲，咱将身躯做活祭，这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是心灵的服侍，是理所当然的。这都亲像伫一个家庭内底，咱做囝儿的，敢有讲咱安尼特别较拍拼，爸母就较疼咱，咱都毋是安尼想的。你做一个囝儿，
一家庭的一份子，大家当然就真，拢嘛是真力，真互相来体贴，来为着即个家庭，你也毋免讲为着我特别来做较好，要互爸母较疼我，拢毋免安尼，就是，所以这就是咱甲上帝观念嘛是安尼，你亲像一家人，上帝是咱的主，咱伫一家内，咱应当做这做迄，这拢是理所当然的，上帝的恩典，当然伫伊囝儿面面，所以咱爱常常自我提醒，咱是得到上帝恩典，才进入即个葡萄园，这是头一个头一项要讲到即个上帝，即个工人因的心态都爱正确。过来第二就是即个园主，伊是一个真仁慈、有疼心仁慈的园主。虽然葡萄园若咧大采收的时，都爱真济工人，总是圣经无记载讲，即款情形有真大的需要工人所以即个主人伊就去街路看讲，恁哪会用用在遮徛？因就讲阮都无人请，所以即个主人就请因入来葡萄园做工。所以，即个主人怜悯的心，有疼心，毋茫帮衬伊，帮衬遮个工人。这每一个国家拢有即款失业、人口失业的问题，所以，大家拢咧比较讲，你倒一个国家有兴旺无？就是看你的失业率偌济，愈少，就是表示你个国家愈好安尼。大家拢空气，所以若找无工作，安尼经济就困难，家庭就难过所以这工作也是真重要。工作通过工作会当发挥上帝互咱的恩赐，恩赐佫无相常，所以是讲劳工兴盛。无论你所做的是甚物款的工作，大大小小项，拢是神圣，拢是真了紧的。一个大公司，亲像一台飞机，机中的一粒小螺丝嘛非常要紧的。你若无迄粒小螺丝，无定会发生大事所以，我伫休斯顿的时常常伫迄个风力铺咱遮嘛有风力铺即个风力铺的大门的外口迄个树仔骹，常常拢有一寡人伫遐咧等人请工等人叫去做工安尼。有一摆安尼，我教会拄仔要礼拜堂拜堂的后讲台后壁面遐有小可较低，需要去载一寡沙土来甲囤一下较袂积水安尼。教会兄弟就驶一台 pick up pick up 风力铺遐，伊是毋茫要叫一个两个，叫两个两三个，结果一去安尼一大阵拢爬起来 pick up， 大家拢真爱做工拢真爱做工。所以会通做工，有工通做这是真福气真幸福会通趁钱，会通家庭的需要所以咱看到这个园主，伊是一个真仁慈、真疼心、怜悯的头家我也有看见真侪咱做一个基督徒的老板做头家的，若是基督徒，
伊拢有真开阔的心，对待伊的员工这亲像圣经内底即个仁慈有怜悯的园主共款咱若无论做员工，无论做老板咱照上帝的温顺来做来发挥拢得到上帝的祝福。遮个较早来，因拢安尼对园主来埋怨伊讲阮做规日的工哪会含遮个做较少的时间的人共款的态度即个主人园主就讲几项，伊讲我减袂当照我的意思来用我的物件，我嘛无违反起初甲你的约定来剥削恁我愿意其他的工人超过所应得的稳定这是我的愿意讲恁嘛无得为着别人得到较济稳定来目空赤，心内有怨。所以人的天性拢是爱公平爱求公平公平真正的公平，就是爱共款的代志对待共款的人，安尼才是公平。所以上帝就是上公平的。上帝互每一个人，咱的生命，每一个人，一日拢24点钟无人对一个人伊就会较济一个，还是较严肃。所以上帝是上公平的。上帝互每一个人拢有即个生存的管理甲尊严。所以人权，每一个人有伊的无论生存权，还是自由的权，还是遮个权利呢？这拢是对圣经来，因为上帝互每一个人有迄个尊严，这尊严就是迄个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上帝赏赐互人的。讲公平，若是要办代志要公平因为人的情形无相同，逐所在情形无相同，所以一个社会若会对待老人、软弱的妇女、囡仔，是遮个特别需要关照，会当特别需要关照遮个软弱、弱小的，安尼这才是文明，才是文明的社会。所以伫诗篇85篇第10节有讲，爱慈爱甲诚实三拄，公义甲和平三亲。咱咧做代志，是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国家，就是爱安尼爱慈爱甲诚实、公义甲和平。即个园主有权做伊想要做的代志，这互咱想，上帝就是主宰，就是园主，上帝就是主宰。上帝的主权赏赐稳定，互人，这是超过人所想的。上帝对摩西讲，这伫罗马9章15节引用上帝对摩西讲：我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要恩待什么人，就恩待什么人。所以拢是在于上帝。这透早来工人对主人来埋怨，这互咱基督徒会通来警醒，就是讲一切温顺稳定是上帝赏赐，上帝就是园主，是怜悯仁慈的园主。伊爱互每一个人拢有工作的机会，上帝爱互每一个人拢得到
所以上帝要安尼做工，咱毋知。啊，总是就是咱看起来会感觉安尼埋怨，会感觉比较啊伫遐来不满安尼。总是上帝，伊是爱每一个人得救，上帝疼所有的人。所以，过来咱是这是一个天国属灵的原则。天国就是上帝国，因为这个马太福音叫做天国，因为马太福音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无随便称呼上帝的名，所以上帝国伊就叫做天国，啊，这是马太福音。啊，若马可、路加、约翰福音，就拢用叫做上帝国。所以天国、上帝国是同款的，拢是上帝掌管，上帝做主，凡事来照上帝的旨意。上帝要赏赐什么人、什么款的恩赐，啊，上帝要赏赐什么恩典，啊，互什么人，互咱拢毋知，啊，所以咱拢毋免嫉妒，啊，毋免伫遐不满，啊，颠倒。咱教会中，有人有真好的恩赐，咱着爱甲伊学乐，着爱感谢上帝。啊，上帝有赏赐咱中间有即款的恩赐，伊有真侪恩赐，会当安尼做真侪方面来帮助兄弟姊妹。颠倒着爱欢喜，爱学乐，爱保守，总是在人来讲的。往往毋是安尼咧，有时拢会嫉妒，啊，你着。安尼，这项来，迄项来，啊，你着得到人真侪人的学乐，真侪人的疼惜，啊是甚至你着会高升，安尼，教会事奉，咱一定着爱徛伫信仰。这工人若专注目伫主人互因什物，啊毋是专注伫主人，你若毋是讲专注上帝互别人什物，安尼你才会喜乐了，啊若无，你就会常常伫遐，啊上帝对某人哪会恩典遐尔济，啊对我恩典就较少，咱着爱仰望上帝，啊毋好伫遐看人。比较我会记得细汉的时，常常听见讲宋博士去台湾报道啊，拢有一条短歌毋免惊毋免惊，只有神，毋通看环境甲外面，只有仰望耶稣，伫地狱到天家安尼。所以就是讲，人毋通。毋通看人，毋通看环境，毋通看外面，都爱仰望主。当咱信主愈久，信仰愈成熟，体验上帝搁较济，所以着渐渐愈会通所行下伫上帝的心意，下伫上帝的旨意。疼上帝的人，会为着上帝疼某人，伊有真侪恩赐，为着安尼来感谢。所以咱若信仰愈成熟，咱就是愈会存学乐、存感谢的心，来愈亲近上帝，啊，袂伫遐有看人啦、比较啦，遮问题。啊，耶稣提醒彼得甲其他的遮学生咧，讲因将来要得到的恩赐咧，毋通用遮利益的交换迄款态度来侍奉上帝。所以用这个譬喻来教导因。当人若愿意领受、愿意悔改，人拢会当入上帝国，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丰丰富富。耶稣伫即个葡萄园的譬喻，
即个譬如前甲譬如后所讲的即句话是共款的意思啦，总是恁会通注意哦。伫19章30节，耶稣是讲总是大声的要做落尾。耶稣先讲大声的，伊先讲大声的要做落尾，落尾的要做大声。啊，这譬如讲了后，伫这20章16节，耶稣就讲，伫后面的落尾要做大声，大声的要做落尾。所以咱了解这个分别，了解耶稣教是迄个用意，就是讲遮个学生老信徒毋通退步的意思，就是安尼，就是讲耶稣用安尼，大声就是讲迄个耶稣大声讲恁大声的会做落尾咧警戒遮个信徒，后来是鼓励遮个新的恁落尾会做大声，所以勉励信徒爱向目标来迈进，来向前，毋通放松，啊，伫后尾的呢，都爱认真来追求，来向头前来努力，所以你爱大声的做落尾，是爱落尾做大声。咱逐个人拢落尾的要做大声，是大声的毋好变做落尾去。所以，咱的信仰、生活、工作、处方、待人处事，会通超越个人的有限性，会通超越世俗的形式，毋通随波浪来缀流行。以前是教会做社会前锋，总是今仔日教会缀伫社会后壁，缀袂着。所以，咱都爱顺服上帝的旨意，照耶稣的教示来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子。天国属灵的原则，甲世界的原则是无相像的。都爱照上帝的心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为着互上帝欢喜，凡事为着荣光上帝，凡事为着荣光上帝。这个加尔文，长老会创设者，伊的一生就是讲荣光上帝，就是这个目标。所以荣光上帝，这就是咱最深的关怀。上爱努力的目标，安尼咱会通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子。所以咱个对头就讲，因为天国亲像家主清早出去请人，所以这天国就是亲像即个园主家主出去外口请人，有清早6点、9点。12点、3点、5点才入园呢。这咱做基督徒，有个人出世就基督徒家庭，亲像阮就第3代，有个人伫台湾有甲第5代、第6代的基督徒啦，有个人真早就信主，就伫基督徒的环境，亲像。有个人透早就入即个葡萄园有个人是较尾仔才来，伫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才入来即个葡萄园，总是无论早来晚来，这拢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恩典。所以当咱做伙咧敬拜侍奉，咱着爱注目伫赏识咱的上帝，毋通注目伫别人，上帝伫别人的恩典，是注目伫遮个某人伊的资家条件遮个顶面。上帝若互你有某种的恩赐，你就毋通提示，毋通计较，毋通客气，
啊，上帝若互你想讲，咱这教会着爱来做啥货？吼，啊，你若有啥物负担，你着爱甲人分享，吼，通过大家讨论，决定，着会通去做，安尼。有时圣神的感动，吼，是真侪、通过真侪无共款的时阵，无共款的方式啦，吼。有时是你听讲道感动，是祈祷有感动，是看册有感动，是出去甲人分享，吼，你有得到启发感动，吼。你若有感动，着爱讲出来，吼，甲人分享，来做。圣经内底有甲咱讲，咱毋通拍花圣神的火，圣神有甲你感动啥物，你就会通来做，来提醒，来提倡吼，来提头，是讲甲人分享，安尼，教会真侪事工，是社会真侪事工事业，拢是安尼来的，拢是因为一个人，是几个人，因安尼开始，渐渐来壮大起来。咱来感恩的心，来把握上帝互咱的机会，来好好运用上帝互咱的恩赐，会通相甲来服侍，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所差的标来跑走，会通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所为着咱预备的奖赏。天父上帝，感谢你，你赏赐阮每一人无相像的恩赐，互阮会通伫拄好的时阵、拄好的所在来发挥，来利益人，来利益你的教会，来荣光你，求你帮助，祝福带领，兄弟姊妹伫无人的教会伫遮，大家同心一意。仰望你，亲近你，照你所赏赐的恩赐，大家来发挥，来侍奉，通互你的教会来进步，互兄弟姊妹得到造就，互这个社会得到利益，荣光你的名，你祝福带领保守，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